雖然我哋生活喺大灣區嘅城市當中，但係真正了解大灣區嘅人並唔係好多，對大灣區嘅城市更係一知半解。面對呢種情況，鴻文館開啟咗鴻文看灣區課件視頻項目，用大格局、大視野、大歷史嘅眼光，穿透古今，為大家講述大灣區嘅有趣故事。期待大家可以重新認識呢片生我、養我、護我、眷我嘅熱土。作為未來主人翁嘅年輕人，更應該認識大灣區，以期對大灣區嘅未來有所啟發。唔單止係大灣區，鴻文館幾十年間仲積累咗大量嘅全國資料，亦會陸續推出中國各地主題嘅相關講述。如果你感興趣，敬請關注我哋鴻文看灣區。